今仔日一透早，梨林国小千外名师生组织伫学校的活动中心，就是要看这出布袋戏。灯光特效，佮加上精彩的武打，这是王艺明创新布袋戏。巡回校园演出到达已经有200多场。这摆来到梨林国小，用《西游记》3拍白骨精的故事改编，来宣导反毒反霸凌，同时将教育知识用于创作，并以本土语言推广。伫校园呢，咱已经将近差不多有200场的这个演出，拢会以这个符合现在需要的这个宣导，亲像今仔日表演这个反毒，咱用《西游记》的人物来做这个故事，融入在这个故事会当达到着后小朋友知影讲这毒品的这个危害。大抵讲的是王艺明老师运用丰富的创作力，将梨林国小的故事融入剧情当中，让学生感觉趣味佮好耍。其实我平常没有很常看这种布袋戏的类型的东西啊，这次让我学到新的台湾一些传统文化。这次平常我们反毒课程都只有在教室老师用的电脑来给我们上课，可是这次的是让我们来到这里去看布袋戏的表演，让我们了解到了去让我们学反毒。希望以后有这个机会吼，会使邀请王艺明创新的布袋戏行啊，隔壁啊，所有的小朋友会使了解咱掌中戏的奥妙。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所谓沉浸式的本土语来教囡仔，要讲咱的本土语。透过多元活泼的宣导方式，达到宣导的目的，让师生把友善校园的议题记伫咧心内，同时也营造出台湾本土风味的教育方式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